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嘅福氣類呢個節目。今日大家咧講嘛嘅咧，你今日咧講沖平頭。當然嘅5年到10年後，大家會發現我嘅聲音得到沖平頭嘅機會效果。到底嘛嘅係沖平頭，整體又係嘛嘅，你容易來預防，容易來治療。今日當方伊做啲繞牆到線上來到呢邊，讓大家好好來分享一下，大家來分享你今日嘅來賓其實係來自聯信國際自然小兒科嘅主任謝聰偉主任，歡迎主任。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耶，分享主任吼，其實主任之前有來過福氣類咧，不過當叫冇來咧吼，因為過去嘅經驗吼，大家咧大擺係講到醫療界自信嘅事件，你都會講到 COVID-19， 就是希望嘅這個議題好多啦，容易來面對啦，容易來治療，你要注意嘛嘅。不過你啊，大家會發現吼，你 COVID-19 嘅一件事情已經都就慢慢會過去咧，錯冇吼，所以今日當方伊做啲繞牆主任來到呢一邊，因為咧過去過後是表示可能有其他嘅問題慢慢來浮現起來咧，所以今日特別เรา理解鄉親朋友來講沖平頭呢一件事情。不過一開始先問先生又發現最近的診間你研究對啊，來看病感應有變多冇？尤其係聲音啊，多，因為過去3年哈，大家都喺防疫哈。在做到動眼睛動神嘛，所以你可能家下聲音其實動少又浪多啊，或是沖微熱嘛，所以以前當年為要流行嘅沖平頭啊，要上年冇流行嘅，所以一下大家下冇按眼睛都喺做防疫嘅時候，嗰啲平頭就唔會走出來啊。我可以理解，我做啲了解，意思係講，因為過去3年為到COVID-19 嘛，大家動眼睛洗手，錯冇，然後大嘴煙咯，然後時間動注意，因為大家動驚嘛，所以大家會特別來注意咧，對。你睇大家動想，個過去咧，因為你嘴煙啊做啲唔是大咧，所以大家是會慢慢的就是放鬆，比較放鬆，可能也沒有這麼勤洗手啊，接來洗手啦嘛，大家就會發現突然間特別很多啦，嘛個沖平頭就慢慢就轉來咧，所以我們有一個專有名詞，對不對？免疫負債啊，哈，是講你本來係當年會拿到錢的哈，該3年是不是拿錢？開始3年之後就白拿多一次啦哈。你從慢慢當到該，你從該流感哈，你看 A 流感未當到，其實流感應該係寒天。當天先下多，係啊，因為他熱天容易流感啊。對啊，但是因為以前本來狂人啊冇出來，因為他大家下冇按眼睛洗手哈，但是慢微療哈，一當多聲音是講比切到比之前還嚴重，咁樣辦講，佢可能唔係單向一種平頭，一種平天啊，佢可能一下有長鼻癆，一下有嗰種嘅。流感開始全部從下來，所以佢係整體就會很嚴重的。所以照先生講吼，大家還是不能掉以輕心，對不對？冇錯，會有一種好像大反撲的感覺。係啊，就過去係講上面大家都注意 COVID-19，不過你一下大家不用抗受，所以佢把大家經歷嘅，不論係沖平頭，然後流感，然後它變成一個大反撲，全部過來。而且我覺得大反撲。不只是這樣，也有可能變央重。係啊，好，你也是因為福氣類咧動球冇講到像係醫療自信嘅，但係今日特別嚟到呢一邊繞牆道注意嚟到呢一邊，所以老大家咧講，大家做咧不用抗受，好好咧搞身份，不過會注意，還是會注意哦。尤其不下有聲音嘅，從冇今日特別嚟講沖平頭，其實病毒沖平頭我們比較容易討論的類型，對不對？什麼7E型，是不是？還有 D68型，從冇沖平頭其實係勸。平頭嘅名啊，大家講沖平頭係咩？為奧利毒啊，為話其實唔係啊，佢係講有啲平頭係度沖啲病毒繁殖嘅啊，嚇，係見到，所以你都是沖都就開始，所以就稱沖平頭。是，佢差唔多有62種啊，哇！不過大家要下注意啲係從70期喺嗰個68D 嗰種嘅行動，有辦咯，因為點樣講下位要重視嘅。OK， 所以意思是係講，線上嘅經常啲講沖平頭嘅類，就是讀62種、60幾種。今老鄉親朋友來分享嘅是特別，係講你是這2型可能會有重症，所以特別來注意。尤其係7E型嘅7E型，哇哦，該正式係老大家來講，係講你
可以是都无还有一些摸送送，所以你讲好像没有很舒适，摸不舒服，要注意自己的颈头，不要以为只是简单改翻倒啦，然后还个。很快，第二是你讲颈头，係講你都無還有發現，要按樣個頸頭，我覺得要提高警覺，對不對？像沖平頭其實要佢臨床嘅表現要多用啊嚇。錯。不過對西歐來講嚇，最多係體脂狀係多疱疹性咽喉炎哈。就是。佢主要係應該係應該會起票會難控。可是那很痛誒，該動痛。就西歐是會微細唔敢吃東西啊。一直哭驚叫，嗯。還有種嘅手足口啦哈，佢是講出電嘅係應該會難控啊，喺個鎖骨嚇個八足媽嚇，喺個嘅腳帶。腳帶水漂，那手指呢？手指沒有可能會，喺底下啊，八足咩嚟啊？那這很明顯啊，都明顯嘅鏡頭呢？係，都明顯，其實唔會講難看到啦。係，一睇底下有兩種最多。你從其他嚇，其他咧其中係是講係少見。我講像最尾可能有冇發燒合併皮疹，也是要注意。我覺得我像了鏡頭凍蟲啦，係講你家鄉親朋友基本有可能復起來咧，係講我還有成因為知道。佢食東西啊，吞口水，佢會不舒服，會叫。最重要係線上講嘅，比如講你嘅腳帶，然後係講你八種馬兩片，係講有像是水泡這樣，對不對？風涼風涼水漂，我像做爸爸媽媽時候注意。好，你是係你一般來講沖平頭嘅頸頭，狗是不是那種有另外一種頸頭，是它有可能會急性或是重症的，係冇？有啲講緊你講。嚇嚴重嘅嚇，譬如講，佢沖平頭唔係單槍是講到迄兩個到輸骨線啊，佢會就呢大腦去啊，神經系統佢會影響到。那個就最嚴重嘅。係佢因為其實咧平頭你熟食多年好多年嘅，當然是會流行一擺，當然就就是會變行嚴重。太體係唔係唔講呢都都是當小兒當煩惱啦。特別咧嚇係講，大家會講啦啊，成日得到沖平頭嘅群性上，要到恢復到非常好。不過呢係講咧嚇，大家對群性本嘅時間嘛要注意到，紅布啦，像個新聞報出嘅時間，咪是咪報告哦，哪位有嘛個成因沖平頭易嚴重。你看簡單來看一下，啲朋友講到，比如講嗜睡、睡魔，係冇意識不清、活力不佳、手腳冇力，還有這個。激越型抽搐，等下就特別要注意什麼？你像用聲音嚇，平常時講當校教、當校學嚇，佢俾斜到之後嚇，變成規章運動難條，嚇，行路咪冇埋嚟行，冇行唔穩啊，從來咪對到，我是講佢嘅心跳會下降，佢跳起會下降，喺個最重要係講佢影響佢叫冇嚟參與啊。這什麼意思？你很開始可能佢嘅大腦有影響到啊。這個很重要誒，對。用你係可能是看一下，有繼續安睡，緊要修理嚇。你從喺要裝用到該會緊條件啊。條件。佢係當用嚟到，如果按緊準，按緊準，按有可能大腦有影響到啦。先生，那我要發問，我問一下，比如講像先生剛才講嘅頸頭，譬如講手腳緊準，然後講你輕易摸埋嘅原因，這個通常你看到這個頸頭嘅時候，它就已經是很嚴重了嘛？係，應該是當嚴重。可是，一般來講係講佢抽到按樣嘅平頭，然後到按樣嘅頸頭，它的時間，我只是想說父母要怎麼樣的觀察啦，嘅觀察期，對。其實我有看到2歲當注意啊，佢一開始可能還蠻有按，佢大腦嘅壓力下高嘅時，佢會開始會嘔啊，嘔吐嚇，會行路會行講冇當穩啊，行路按鏡片啊，鏡片，用提示因為按鏡片，喺個用當水膜啊，哇！你種有幾種情形嚟先嚇，你最好是帶一立刻，因為佢變凍僵啦。變化很快，變化凍僵。喺要個行嚴重嘅經驗嚟講嚇，你成日千幾暗住下來看片。對。你看佢好好啊，行嚟落去，佢唔係背片計㗎，佢係配加樓梯來看，樓梯係沖平頭。哦。佢阿姐，佢喺配佢落來。咁個天一就加護平方啲位都係阿姐。
哈，所以他外地，所以线上乡亲朋友特别注意哦。线上讲的意思是讲，第一个变法非常佳，是讲为什么我们说俩系特别咧注意，有可能变到动央虫嘅整体嘅结构是像线上讲的，你第一天下午搞不好你是陪家人去，刚刚没有什么，还很有活力，就是动紧松，结果没想到体你可能是去到动央虫嘅架不平风，意思是讲它的变化是超出你的预期。哇，所以俩谁让你嘅乡亲朋友讲吼，系讲我下成日要安个整体，我觉得要特别咧观察到特别咧注意，他有嘛搞注意吼，像大家聊下啉下菜，你等下就再讲。今日东方宇宙的绕墙来自联信国际依然小一靠主人协主人来到节目地图，老大家来讲冲平头两件事情，因为一般来讲冲平头线上有讲到高峰期系5年。到10年，从嘛，好，尤其係不卡係講要6歲以下嘅成因，我都特別嚟注意。不過上一台節目線上講到我心慌慌誒，就是說，緊需要注意，就是小朋友有時候好像比較想會水摸啦，或是沒有什麼力氣，摸嘛家己可能大家會講，哎呀，昏倒啦，這個搞到痛痛。但醫生的意思，線上醫生講，你還是要特別嚟注意到觀察。我覺得這就是帶小孩辛苦的地方，你要很細膩的去觀察。線上講誒，哇，前一天沒事，蹦蹦跳跳，聽音是讀家父屏風，這聽起來家長真的會嚇死誒。好，所以你特別要注意係講5月性嘅就是高峰期，咁講5月性嘅咪要注意係講像爸從媽又水漂啊，又腳底又水漂要注意。那咁現在上台講嘅是係講你問題好像不太理你，一下就沒有，或是走路會有點就是不是那麼問題嘅時間，家長要趕快帶去看醫生，好，所以你兩團節目來開始來講，那我們怎麼辦？我們可以打疫苗，對不對？好，所以其實醫生是認為打疫苗是很重要的，動蟲了解。因為人家今年統計起來哈，全部行驗蟲嘅全部係71型，71型啊，好，所以兩下是講要開發出一種嘅預防針。專門大概71型嘅，早期都係今年差唔多秋天開始啦，該所謂對推返開始所謂打，係講不卡要設置嚇，種核射嚇，要冇講本機設做過嘅71型嘅嚇，其實就會考慮打啦，係。什麼意思？意思是講就是沒有。現在說71型沒有摸錯狗改，就是走得去打。那我怎麼知道？太低摸埋永遠會低啊，除非講以前哈，有手足口病，而家以前有驗血，有驗血檢查就會查出到係你係71型冇。照理人講哈，查過係是啊冇查不去查到啦。係講以前是這個衝病毒嘅。改善成因啊，其實是鼓勵啲人去打嗰預防針，因為呢邊查到哈，其實是當小利啦哈，對家長來講啊，像呢下推翻差唔多今年開始是有2種衝病毒嘅預防針，你2-3年時開始就會打，2-3年開始就會打。成年2-3年以上的歲數，所以 baby 是做得去打，即係保護講6歲。以下嘅成因嚇，唔會俾查到。了解。就算係俾查到，咪冇啱蟲啦。對，老大家咧講咗好嘅觀念嗬，疫苗嘅意思係講，不是說打的是確定唔會，不過至少你唔會啱蟲，就係講變到呢種重症，對不對？哈。然後現在兩邊又講誒，就是他要打2劑，是不是？你下台灣總共有兩種嗰種嘅衝病毒嘅疫苗哈，一種係打200，有項係基本都爭28年，差唔多2年啦。另一項是爭2年。然後大家可能大家都注意下哈，最近做啲打一些哈，因為也算。自家係貼錢嘅，唔係講公費，大家做得打，所以我認為，喺到時有可能哪幾家診所，冇事以前基本都有2疫苗做得打，大家開始做得去打。所以一般都會打是就是小朋友就打屁屁，
对不对？是不？OK， 好，了解老你来讲，拄今年嘅秋天，目前係安用了规划，拄今年嘅秋天实在開始係講，冇下有6歲以下嘅成人爸爸媽媽做咧考慮同成人去打疫苗吼。不過大家是咪問到打疫苗嘅相關問題？因為做家長嘅總是要了解得很細，他才安心嘛。咁嚟講成人其實打疫苗錯嘛，所以你邊大家都經歷一下，你沖平頭疫苗都有一個問題。第一題，我來幫大家問，請問。係咪打疫苗過後是唔會得到你咧？其實依家係要講到咗嘛。其實大部分嚇，差唔多同期起來差唔多90%幾啊。哦。做啲保護唔會俾錢咯。那當過呢？梗係已經當過啊！你算其他係呢自家國家做疫苗算是當成功嘅一種啦。哦。因為你自己沖平頭按多年嚇，今年有啲疫苗出來是大家定當久嘅啦。好。那請問，就是係講要得到沖平頭，然後就是免疫了嗎？會免疫嗎？因為沖平頭嚇，其實當到現啊嚇。係。你同一隻時間，同一隻素材，喺流行嘅應該係同一隻平頭。你第個隻平頭當然唔會比啥程度啊嚇。不過其他嘅沖平頭。還係有可能會切到，就是你兩下打係7型的，可是你係講冇成因未必得到第6、8型，冇錯，那也太辛苦了吧？係講前先要成因，係講冇下成因前先拄好切到沖平頭，結果佢打到疫苗7型，就以為動2型，結果又得到第6、8型，那就是真的是。所以當時有啲家長講，叫我按後面啊，當然是得到沖平頭。係冇是咪講打疫苗冇好啊，還未得到排斥，大家也遇到新嘅觀念哦。是從線上講嘅，其實平頭有60幾種，不過好流行嘅可能大家要特別去注意，而且韓國有可能會得到重症的，比如講7型、第6、8哈。老醫生，那可以，那有第6、8的疫苗可以打嗎？做啲打係講漢牌嗬，一種新嘅平頭，見來見多，見來見就會有，是咪有？會做，因為有經驗嘅啊，做呢隻疫苗咪係冇經驗，會花下多年時間。了解。所以大家是做嗰隻最嚴重嗰隻。對，因為。輕症就還好嘛，對不對？大家保重一下，注意一下就好。所以疫苗都有進度好嚴重嘅。問一下係咩是有6歲以下嘅成人啊？歐亞做啲打。係6歲以下，主要係講6歲以下成人下會切到。哦。未可以講下會變嚴重啊。所以今日設計是講本6歲以下成人打。喺講下太人我打做啲麼？其實打應該冇乜關係，不過太人。太體唔會用辦啊，自己會切到未？可能是可能佢同發燒一下是過體咧。那這樣會不會大家會太醫是不是看線上是不是知道啊？這是感冒，有可能啊，尤其係太醫要下慢批啊，佢切到。哎呀，我只有一點點喉嚨痛啊，沒關係，來療一下，都冇下休息一下是好嘅啊，樣嘢。結果佢係咪得到沖平頭，佢切到未唔啲啊樣嘢？係啊，冇錯。好，最尾啲其實非常嘅重要嗬，因為一般來講，講沖平頭是咪冇解解到底沖平頭又係哪會打？你講種太之前條會有啲疫苗好打啦。喺個基層嚟嘅診所，佢可能係直接可能係門，佢而家要前日咧。有啲預防啥冇啦，所以診所也可以問，診所啊做啲問。那台灣人當然你做啲了解做啲啦，嗬。好，咁講到呢下，大家已經當了解咯，嗬。呢係一對成人來講係講得到前頭營養素嘅，我特別咧注意。要麼個前頭大家咪啲咧，大家嘛啲咧去打疫苗咧，打疫苗嘅相關嘅啲先啊啲咧，大家是咪問？到底佢係容易傳導嘅？其實沖平頭嚇，佢一開始嘅先嚇。係打開手哦，其實嘅成因，促使嘅成因，體質禮拜啊。飛沫是不是？體質禮拜哦，體質禮拜 ，OK。傳成因嘅機會很大。所以小朋友係講上幼稚園，然後隔壁嘅小朋友就嚇手，有可能就。咁有可能，我是面啊面。就是自己。一教我當翻去面去是吧？好。所以成樣記得曾經比切到嘅先嚇。你記得嗰片嘅聲音，在 MA 哈，在那邊帶呢？還是說在家裡不要出去？你不看嘅最好係最好啦，你最好帶嘅記得帶呢。OK，好。喺個
2禮拜過後哈，因為佢沖病毒係到沖啲病毒繁殖嘅哈，繁殖，你屙出來是啲病毒都病毒，那怎麼辦？該長多1張嘢。1張嘢，哎，這樣也是說，比如穿到了這平頭豆沒有傳染力的1個月，是這意思嗎？哈，所以講，雖然講你底下好咧，你講你平頭還係不見出來，所以注意還係見成熟啦。可是啊，我就是等於我平時無啦，我會亂命，所以扯出去啊。哦，我知道醫生的意思是講從該他線上手一團講到該姐姐弟弟的例子，舉例，比如講弟弟可能得到沖平頭咁個。老太猴嘞，感覺上已經恢復了，可是弟弟的糞便還是有傳染力，那個時候對不對？所以如果有外面的隔壁鄰居隔壁鄰舍小朋友那種你家裡玩，那個弟弟看起來都沒事，可是有可能回到家那個隔壁鄰居還是傳染到長病毒。哦，1個月哦，所以我覺得這個資訊很重要大家也注意，講弟隔壁又得到沖病毒1張也真的不要接觸比較好。所以這個是平陰的水泡分泌物。就守這個水泡分泌物。跟水漂很多一些胎體是所謂診斷出來係嗰種誒腸病毒啦，哈，因為佢係水漂啲病毒可能未要從抗到病毒，所以咪注意啊。佢叫我係洗漱，所以其實大家要發現，我講來講去就是要保持清潔，對不對？洗漱最重要啊。係講其實要確認就是要帶罪呢，哈。還有最尾提講係講，當然有可能透過生產或是人類的這個感染，對，媽媽肚好，用安那一些比切到啊，佢有可能安那用出來一些比垂直傳染，安那只比切到啊，所以其實放應該下，尤其係最尾該用安那該2個禮拜要特別注意啊。啊，不過推翻嚟媽媽全部都注意㗎，如果唔敢亂做啦，梗係多注意下先。了解，好，了解先生咯，大家都小解沖平頭用因會唔會穿到嘅途徑哈，還有乜嘅要注意，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再嚟講。今當歡迎走啲要強的協助營來到節目地圖啦，大家都講沖平頭吼，就是一般來講，好像聽到也不痛不癢，就是我有一種這種感覺啊，因為咁嘅感覺。不過等到其實聲音得到的是一些更嚴重嘅輕度，有超過你嘅想象，大家又很緊張，所以我挨起到基本上聽眾朋友咧分享嘅，就得講衛教知識，好，就是一般來講就是。我們還是要多多了解，用個基礎個地區，好啲係講自身度好督導，你一定用伊來貫穿，用伊來預防哈。你上一堂有節目有講到，做啲打疫苗，做啲替代維打，然後疫苗個清新很容易，然後也破除一些不要講迷思啊，不過大家了解一啲地形。不過你兩堂來講嘅是係沖平頭，還是有一些可以預防的，對不對？其實不外乎就是我們預防很多疾病都是這樣預防，感冒啊。對，師兄線上講嘅，去年過去上面 COVID-19 的時候，大家隨行都一隻酒精，真的是隨時就噴到都快要破皮了，對不對？所以你下洗手還是非常重要。洗手啦哈，跟洗手個高級洗手，因為其實上有咩是乾面嘛。對，老皮是按洗哈。可是不要說小朋友，大人也會。所以。隨時記得洗手啦，我哋咩啊，譬如啥一些記得洗手。呵，你當然要講啦，是用洗手啦，注意飲食均分，真係唔好上火嘅亂講。不過有一點，第六點特別要大家都注意嘅是係講你情緒得到，就是你生病了，你就不要上學，好好在家休息。當然，上次講啊，成因冇因吐，係講有因吐成因就唔好休息。其實你下學校規定是講得7到10分鐘是做咩學校啊？啊，佢喺班上哈有2個，同時得到沖平頭開始停班啊。哦，腸病毒是嗎？沖平頭你下一隻班流沙。哦。開始停班幾個禮拜會消毒啦。係。啊，然後就講哈，可是老師，你知道，那你又說那個傳染期有1個月。1個月冇錯，不過第一個禮拜是特別強，原因是最強嘅啦，所以是停1個禮拜啦。了解。那個我聽講哈，以前講嘅過去3年哈，大家用嘅酒精哈洗手嘛哈，不過你沖平頭對酒精是冇乜效，
啊，为什么？也是洗手啊，手干净啊，洗墙。冲平头佢个进食安用啊，其实对个酒精含有个抵抗的方式啦哈。怎么可以这么可恶？所以多麻烦，所以用最好係用个漂白水啊哈。哦。尤其係个聲音咩過嘅東西，譬如個樹啊。即個耳公啊，去搞耳公啊，嗰條去沖到咩多嘅東西哈，最好用個漂白水洗過。好，這個我們等一下做啲雜個咧，讓大家分享到好咪洗的。我講你倆一定愛講嘅係，就是係講你只是得到沖平頭摸魚漱口，可是也不要出去玩。比如講你覺得還好，你就去公園，去公園。對，你去百貨公司，你是穿本皮衫嚟錯麼？你係本去做咩學教啊？就是你係嗰隻得到沖平頭嘅聲音，你個個要得可能係蠻今天係蠻出來呀。係啊係。應該要在百貨公司，你該搞。係啊。該項目該當這個當做東西啊，咩來咩去啊，其實是會扯出去啦。自從線上講嘅聲音嘛，係有引起個流鼻水咩去，尤其百貨公司個玩具咩下去，就東西是會穿到咧。所以咧，你個大家咧講就係講衛教知識，意思是係講，不過有小朋友得到沖平頭，你確定了，可是可能當然都很遠，就是頸頭還好，那也就在家裡多休息，休息嘅時間拜託是好好都不下休息，你冇去公園了，冇去圖書館，冇去百貨公司，吼，你係特別老大家咧講，今日線上又特別咧講到吼。洗手的時機啦，和小寶寶玩耍前食東西，偏手過後一定要啊，什麼洗衣人從來看病沒愛，還有一張是擤鼻涕、擤屁過後一定要的，因為擤屁受過是命頭鼻水，所以聽說是其實莫講擤你太陰沒係誒，其實我們自己，現場我問你，你到底對呀。主因是剛才當時在你看哦，我最喜歡每次訪問性上時間，每次都很喜歡問醫生，就醫生你自己有做到嗎？因為那天沖頭水出來，緊緊哈，對對，而且是不是已經變成一種慣性、慣性就習慣嘞，對不對？好，在國內思想性上講誒，其實酒精唔係講當有效，所以比如講你會看到嘅，譬如摸下個哇電啊、搞嘅東西啊。嘎辣佛啊，還有乜嘅哦？你講就得用漂白水，你要稀釋，然後不下都笑頭。這都是為了小朋友，對不對？嘿，還有漂白水消毒，還有最尾線上又講誒，這個絨毛玩具也是要定期消毒，也是都要用漂白水。因為嗰啲絨毛玩具哈，嗰啲絨毛都會從垃圾啊。對啊。有啲時候佢會打下手啊，冇事流口水，跟住唔該。灶天陰地啊，嗰種都平常。灶天還會有病毒嗎？嚇唔會啦，唔講你係講從頭嚟男人搞嗬，其他嘅小朋友讓窮下搞嘅啫，嗰可能是會比較多啊。因為線上剛剛說的很可愛，就是我都可以想象那個畫面，就是一個小朋友係講一男的一個絨毛玩具，然後就流鼻涕，黑毛就是你知道流口水堵在絨毛玩具。可是我也想法係安用啦，就是絨毛玩具它本來就是一個蠻髒的，你講玩具嘎啦佛啊東西，為什麼？因為它塵蟎很多，然後它很容易啲凍東西，你哋都體內些都。就是跟慢奶毒為有，然後所以搞後，它不只是腸病毒，它有很多起苗改細菌等地毒哈，所以大家其實要注意。而且你見不見到大家來講，整體而言你改沖平頭，所以其實大家係講其實要用該漂白水嘅時間，其實比例還是要注意哦，不是整個漂白水的比例拿來用哦，對不對？事實上你大概知道比例嗎？因為講係啊，沖頭夾數係嚇，係用1000 ppm 嘅啦嚇，1000 ppm 是差不多是講一桶水嘅嗰種嘅漂白水加1公升嘅水，差不多是咁樣。1桶水加1公升。沖頭咩多嘅東西啦。好。如果係講冇沖頭啱接觸，你嘅成分基本反應係500 ppm 左右啦。OK。嗰是講半桶水加1公升的水是左右。所以其實也是稀釋的蠻。稀釋誒。算蠻，我覺得算量很多誒，就是它不是非常濃度高。還挺多啊，因為你像學校每天課還是全部用漂白水先洗過啊。也是哈，讀學校都會按用。而且今日特別老鄉親朋友來講誒哈，所以新醫生有沒有特別？因為今天講的算是凍基礎改地區，可是這個就是一個我跟你講。
一般来讲发生海用，你有冇嘛个特别要提醒我们的提醒你嘅？比如你拄到嘛个好特别嘅，一般来讲唔好唔会注意到嘅。等下哈，用冲病毒遇到啊，香港大家可能有谈过那个疱疹病毒哈，有口腔疱疹啊，大家啲哈，就是大人都会啊，是讲你讲冬天啊，或是让多很多抵抗力下差一些，其实会。等下嘴唇啊，那会好像会有这疱疹，会蓝孔，对蓝孔，该口腔疱疹，该当到加上唔滴啊，其实刚该要做冲病毒啦。哦，所以可是不是，它是口腔疱疹，因为冲病毒是下地背，比较该当地背该会蓝孔。这很难发现，这真的要去给医生张嘴巴看。碰水凉，我去前天去当场啊，是嘴蓝孔，微微细细，应该是东西啊，系啊，该有一份啊。因为cái口腔疱疹是難做去，佢大體唔會比較嚴重啦嚇，係講真正係衝病毒，佢可能就比較嚴重嘅，係，但是尤其係第一晚嚇，因為之前冇經驗冇嘅病毒嘛，你係講免疫負債啊，佢多到病毒就走咗呀，所以還要注意下。這就是剛才講的疫苗，不，那個免疫負債。對啊，對，啊，喺個嘅。你涂成嘅時候，下射好考試下冇看，佢係咪行嚴重啊？跟所以本意持慳看下，我而家經驗嚇係講，要擺係媽媽嚇要先行啦，喺都市當睇曬啊。佢係男你嘅射好可以看片，啊，佢講梗係射好衝片圖，喺可能係是當其中，因為梗射好差唔多3、4歲咧嚇，係因為係媽媽睇都市嘅男成員。然後背下來行下，佢行下佢時間見準見下。哦，那就是重症啊！做唔得啦，佢會欠係啦，會追到啦。喺部面嘅確實係梗係重症啊。哇！所以已經寫好應該看，聽下廣東多嘛，應該看講。佢到平常時冇用咯，其實你慢慢注意啦。是是。你講佢平常時係安嘅成日，然後用病安，好，你睇到怪怪，跟住注意嘅。係。所以今日你倆先吼，嘅復習類類是老大家嘅分享，安用家己了知識，而且都除了基礎嘅知識了解，最重是像先生講嘅，你平常時你自家圖嘅，佢到平常時就嘛嘅冇強咯，至少去觀察。啊，假如講到人為咗重點係講你嘅嘴唇有安用像水泡，冇提示衝病毒，還是要去分辨。不過無論原因，而且大家是係觀察到注意吼，所以今日非常感謝先生喺度兩篇，然後大家嘅分享，希望大家嘅手部就是動態我哋注意。感謝先生，好，聽下來咧，邀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嚟做認同了。校群復習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